目睭是咱人上吊，咱这个灵魂之窗、灵魂之汤，文言读创意，所以目睭会使变化真侪物件。演戏靠的就是眼神来用目睭做你的面，把这个表情唇甲甲迄文字讲出来。好，目睭，哎，我讲目睭啊，我就讲着青，我讲目睭啊，我就讲破汤，我讲目睭啊，我讲甲你嚼，我讲目睭啊，我讲目睭客客，我讲目睭啊，我讲靠面靠天，我讲目睭啊。我讲洗目睭，所以老师有个别项的无？目睭有个别项，西目尾，西目尾，西目尾，我甲你剪银剪银剪剪开头剪剪剪，万一是伊站咧目斗，哦咱咧起水时阵，人咧目斗一样关刀，是哦，所以迄条绳啊叫目剪，安尼算我甲你剪，吼。哇，啊，有时候囡仔日内底有读册无？啊，你嘛去甲闪一个，甲撩一个，绕一个，绕一甲个，换一个，安尼。对，甲哇，甲照一个，哎，加教叫这。